你着学乐摇花，对天顶学乐摇花，伫悬的所在学乐伊，你到尾啊，恁着学乐伊，发光的星星啊，恁拢着学乐伊，天顶的天，甲地，甲天以上的水啊，恁拢着学乐伊。 遮个拢着学乐摇花的名，因为伊一个下命令就拢受创造，恁着学乐摇花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51首，圣诗51首，圣哉圣哉圣哉，请来起立来专心。 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穿越多主宰，万对最下降，我的主要他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将你对大来，我的兄弟。 尽管，尽管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那些都变白，为他们怎样我面的昨天，天天慢慢的路，你有了变主。 下面把兄弟我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传递我主宰，把你我下面幸福了兄弟着你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最高万岁来。 请咱有缘听咧，用新的改变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你着尽心尽性尽力，领做你的上帝，这爱是大个，也是厚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错，你着领做你亲像家己，这个了解是抓着我，甲圣你的专门头，我以新的改变回应，就是领着三天。 即像我来听你，你也着安尼三天，你若三天，这内底你若安尼知，你是我较深。请坐。这是咱来教读课文，课文第27是咱圣诗的后壁哩。课文27，诗篇130篇，我来客请大家来念。邀我对亲恩求着你，主啊，对你听我的声，愿你按甘听我恳求声。主邀我，你若对抗罪恶，是最徛会条。都是你有下变分，被互人骗对你。我听候邀我的心神在听候。你的话我唔茫。 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边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比守边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伊说个啊，你着仰望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主啊，你有丰盛的救赎，伊的确救赎以色列。可以以色列的罪恶。这条咱。 大家头来祈祷。感谢天，我的天父上帝带领保守，祝福阮规年冬，互阮通有即个福分，伫旧历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通自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，到学乐你，对你拜列阮的感谢甲祈祷。 感谢主你的恩典满满，伫阮过去的年日中，
互阮经历艰难的防疫的日子，国家个人的经济也受影响。可是，你互台湾政府的带领，有互世界所欣赏的经济成果，阮欠你恳求主你继续保守阮的国家教会，甲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通来领受你满满的恩典甲福气。主啊，阮为着阮教会所领受的恩典来献上感谢，互阮有真实的同心来服侍你，也为着你所交托伫阮手中的产业，长照、私自据点，甲校园的得胜者，甲幼儿园来献上感谢。虽讲过去疫情的中间有侪阻碍，但是你赏赐阮有好的同工，伫无共的事工顶面尽心打拼，维持好的成绩，成果也通真侪，水的见证。主，阮感谢为了你的恩典，互阮也有福分通真侪你的路途，毋只是真侪基督徒通领受你的恩典，也呼召阮真侪门徒来学习跟对你的脚步，搁较呼召阮真侪使徒，互你来找应，真侪服侍你的教会，做传福音、听人的使徒。亲像你呼召牧师长老执事，也爱阮着尽心尽力来听主日，来听教会，来听圣人。恳求你，互阮无平淡，搁较认真打拼，用学乐的心，用祈祷来对你献上阮服侍的心志。感谢主，请赐阮教会有侪真忠的同工，因因毋但伫信仰、生活顶面有好的见证，也认真服侍教会、服侍圣人，来迎神入民，献上主你的荣耀，无有欠缺你的呼召。恳求主你保守阮，纪念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教会尽心尽力，所有服侍的同工，加添因恩典甲气来互你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中有身体袂痛、心神欠安的献上感谢，献上阮的祈祷。恳求主你使得满满的恩典保守看顾因，互因通得到健康、平安、甲满满的喜乐。阮也要为着兄弟姊妹伫过去所领受的恩典来献上感谢。感谢主你伫过去一年的保守，阮将兄弟姊妹的生活、工作、事业、课业，拢将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求主继续施恩赐福，互阮不但伫信仰生活、教会服侍中，通见证主，搁较伫阮的生活中来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求主继续带领阮，互阮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以及侪的同工，伫你所交代阮的工作顶面，通尽心尽力来服侍，用学乐的心志来服侍主，用祈祷来建调阮教会、阮的服侍。有一日，当阮甲你相拄的时，通互你讲阮是尽忠搁好的工人，求你即时甲阮三角彼得，感谢阮所献上的学乐甲敬拜。阮伫你的面前谦卑祈祷，拢是奉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接受上帝为咱的看一个圣经，这是约5章第6节，5章6节到14节。这是约第5章第6节到14节。现代语汉字本是第86篇，286篇，我本是310篇。我用台语汉字本来读，
咱先来看。迄是了第5章第2章，我就看见座位甲4位画面的中间，甲伫遮的顶落的中间有羊羔徛伫，亲像八兽牌，有7支角，7对目睭，就是上帝第7个神，从车到普天的。依照之前对迄个坐伫座位的正手摕迄段，伊摕迄段的时，就是4个画面甲24个长老拢发伫羊羔的面前，大家行甲金香炉，真满满，就是圣道的祈祷。也因心的死讲，你肯定摕迄段来推伊的印，因为你受台发现你的血对于逐族、轻口、逐个百姓、逐个别人来归上帝，互因做国、做祭司来服侍上帝。因也要做王地上，我搁看，就听见座位甲画面。甲长老的周围做天使声，因会笑了千万大声讲，受害羊羔发自得着权能、富有、智慧、贵力、尊贵、阳光、快乐，搁听见伫天、伫地、甲伫地的下面，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，甲其中所有的拢讲。快乐、尊贵、阳光、繁盛，拢归乎坐伫座位的甲羊羔到大家附近。4个画面讲，遐个长老就拍地板，一上就无听看伊的人，是变时请大师班同心唱歌服务上帝。心的话。
旧布新，这是一句表达旧的代志，或者是讲过去会互人艰苦的情景，因为新的时代，或者是讲新的环境来归于换新。第二，间隔加做一个新的开始，这个是除旧布新。了这牧师直接要问你，你伫这个旧的年尾，你有啥物需要改变的吗？大家会当想吼，相信人只有一步一步知影真理的人生，来认捌家己，来改变家己，才会当进入真正新的人生。你讲是毋是？我伫遮大声要用其他即个经文，最后2节就是13节、14节，做一个开始的信仰反省。即2节是安尼讲，13节讲，搁听见，搁听见，伫天、伫地、甲地下面、甲海面，一切受造物，甲其中凡所有的拢讲，学乐、尊贵、严光、关系，拢归乎坐位的，甲因果代代无尽。14节是安尼讲，4个画面讲阿门，遐个丢乐就拍个大。咱来看年老的约翰，虽然伊上帝的经验足丰富的，约翰到伊年老时是上帝的经验足丰富的，但是伊对着上天的代志，犹原必须受到长老的指示，才会当伫异象中间看见真完整的启示。所以，对着现代的咱，更加需要祈求上帝，手赐互咱智慧以及有启示的事，互咱真正知影上帝的启示，每一代拢是存在的。对较古早到即仔，到你到你的后代，咱拢走袂过启示录所讲的，只是讲咱毋知影咱的主伫是要来。拄则咧看即2节，虽然讲是题材的上集，透过因足简单的学论甲提醒，会互咱看见上帝救赎稳定的计划。伊最后圆满的实现的时阵，咱看圣经记载，启示录记载讲，天地万物甲一切受造物，拢会因为人得到救恩来重新和好。这个破碎的天地，到末尾天地万物会成做一家。真水，咱对创世纪经历一直到启示录，即个上帝的创造。上帝的收回，搁在上帝的稳定，落尾上帝的稳定结束。所以，咱应该会较紧翻转心来仰望天顶的上帝。咱孝养是孝养天顶的代志，咱是毋通上帝国的完全实现，无搁再看重咱家己的观众，咱家己的欲望，嘛无搁再看重黑暗势力的引诱。只要会当知影家己的本分，以及有信心的学师，会当重新徛来。特别是伫每一个礼拜咱爱思考，就亲像讲，由即个约翰对大声啼哭的中间转化成做大欢喜。咱来看使徒保罗，伊嘛捌安尼毋茫，伊讲：兄弟啊，我无掠家己做已经有。独独专门一项，就是袂记这后面的事，对头前的事，按所查表来走，到得到上帝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。这是记载在利未书，利未书甲第3章13到14节。这就是首先牧师要互用印的，这嘛是正常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看见。这个看见最重要。安尼讲起来，亲爱兄弟，恁看到啥物？特别是过去的一年，以及对要来一年，你着爱为记啥物？你着爱追求啥物？
这咱爱好好去思考。老师伫遮希望大家一个想象一个图像。伫旧年底新年头接运时阵，如果有一天，你若要开车，你去想象，如果有一天你咧开车，忽然间发觉真侪车，这车有诶是逆向的，倒边开诶，有诶是蛇形的，乌白开诶，有诶是落暗点，有诶是跨越双黄线。所以你嘛当看到足侪车祸事故，而且因为遮个车祸事故发生，车方面伫路边伫遐大声细声嘛受伤到路骹，互你也想象伫即个时阵，你想象即个故事。然后即种旧年岁时阵，险时就爱搁较要紧，爱搁较谨慎，爱搁较爱专心来关心家己，袂当所有万劫不保。就是无论你伫倒位，你咧做啥物拢共款，就是对咱的信仰来讲，咱伫即个时阵是一个真好的反省。我伫下记讲较早，我是新人的一个教授甲我讲，新人对足侪人讲来敢足深的，新人。其实对迄个教授的观念，新人就是信仰反省，足简单。你伫每一个时阵，你拢爱掠到咱主的话。伫旧年尾，过一年的5月，无适当的乱，无适当的放纵、看戏，失去目标、失去规则、失去持守、失去信心，拢会互人伫要到新的一年以前看到。你若要放弃者，你永远会被遮带去新的一年。所以，牧师第二呼吁就是讲，你要来改变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25到27安尼讲：既然斗咱的逐项事存在，因是要得到未败坏的命，若是咱是要得到未败坏的，所以我安尼在走，毋是亲像无定着风浪，我拍拳无亲像在拍空气，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伊幸福，行了我已经传出来，本身兼参与着。但是做者祈祷，你要上帝检查伊过去的一年中间，阮经历过真侪代志，遐代志拢是回应你的旨意，因为阮的努力，造成阮家己爱去承担阮的需要所造成的结果。伫一年的中间，因为阮的自私，用家己认为的服侍。来服侍，用家己的拍算来去思考讲服侍伊，却家己毋知影，这是安怎伫黑暗的款式内底。主啊，当阮伫即个新的年头，有年尾，在思考阮的信仰，才清楚知影主你的里面，你的里面，互阮伫过去的一年中间，互阮的家庭，互阮的事业。检查真侪时阵，行落伫艰苦，已经绝望的时代内面，也检查阮怀疑过，主你对阮的但是，伫阮今仔日当我转来受着阮所遭受过的苦难，阮也是充满感恩，因为你总是伫阮需要你的时阵，你出手来扶持阮，使到最摆来救阮伫阮的生命。甚至伫阮的家庭，主啊，伫今仔日旧年上尾一个礼拜日，我要用感谢心来敬以你的圣殿，嘛要用谦卑甲懊恼的心来甲阮正听日子来定心去做生命中的祭坛。我恳求你，找你的平安的心，进入阮的教会，互阮一定当行天路向日子来。踏在脚步来行远路，也准备感恩的心来延续你的生命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然后这牧师搁再要讲一摆关于礼拜。
一年中间经历足侪差嘛吼。我伫顶两工仔去分辨基督教病院分享时，分享了我讲几个遐个病人大家彼此同代志，然后我讲，其实医护这块，一个中间拄着足侪的压力，遐压力，互伊感觉讲，也是安尼去把这个做。哦，因为咱知影，虽然是基督教病院内面，但是信主的人无济。真，伫遮有一个真有意思的时刻。来看马可福音第6章37节所写，路边人要去迄个树叶中间，嘛有写讲手头有掌握着20两的银金仔。迄个20两差不多有200工的工资，伫当时的时阵200工的工资。有人手头有遮钱，但是毋知讲伊是咧想啥物。阮真趣味，有人讲伊可能敢若是咧讲12人加起来，讲12个领导加耶稣的需要。嘛有可能讲，这是别人奉献互阮的，你遮较多要的人，你家己开钱，去买家己的食物。真有意思，有人咧看伊圣经是。足侪所在是无共款的角度咧看，你无共款的角度看，你看着足侪，逐底你做使用反省。咱来想看觅，其实遮个领导并毋是无思考遐个互请的无角度的压力，也并无讲无期待耶稣的计划。其实遮个耶稣领导，因其实是足摆贴外口的人。伊只有关心着家己，投袂出自我的限制。即款人当甲主人间嘛，我想伫为改变伊的想法。一点为着家己保留一切领导，如果有一点只有想要保留家己的，伊要安怎看耶稣担当？耶稣用真严，而且无保留，甚至做直接的。会伊伫遮圣灵站中间来咧管教遮路途，所以毋知影你甲我是毋是嘛需要耶稣来管教？伫咱服侍，或者是讲拄则咧讲的，诚做一个帮助者的时代。如果咱亲像遮路途，伊用足基本的话语来回答耶稣讲，总无阮要用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食嘛。即种话语，咱嘛时常听。你也会一人讲话讲，无是咧叫我安怎？咱注意看这圣经，无饼2尾以内面真正有人安尼讲，总无我要用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食嘛。即种是只顾着家己的需要，这是要怎做一个强基督信仰的才子。几年前，我就提出影片，这嘛是足有意思。会当互咱去思考，咱家己信仰典范，到底是一个明白咱家己所扮演的角色，还是讲毋知影你家己的角色？这个影片是天伫一个镜头前，真趣味。这个嘛是我差不多1个月前，我即摆伫台传播的时阵有看到的，咱用的台传播，因为我今年做台传用的台传播部面，有一个影片天伫一个镜头前。有一个人去一间咖啡厅，伊行进到内面，伊无要去柜台点菜，伊嘛无要找一个柜台坐，只是徛伫遐，无要入面嘛无要出来，甚至造成阻碍人客甲员工的进出，就徛伫遐。即个人就紧紧看到其他员工，有咧泡咖啡，有咧送菜，有咧洗盘仔。有诶咧洗杯啊，有诶嘛是咧清桌面，有诶咧摒扫。然后忽然间，伊想着讲原来伊家己嘛是一间咖啡厅店的。兄弟，这敢是足，网友讲很扯，很扯。而且咱来想看嘛，如果咱毋知咱为虾米去食，或者是讲咱诶角色是啥物，
还是讲咱的任务是啥物？咱的目标是啥物？咱应该做啥物？安尼到底咱目前在做啥物？遮离谱的行为，咱千万毋通做。老师讲到遮时，就是直接甲大家呼吁，上尾啊想到一个大事，你著爱对一年中间，你的所有代志，你要肯定你的思考中间说，我有看见啥物？我有看见啥物？我拄则咧讲，真简老的约翰，伊虽然足厉害的，啥物代志拢知，但是上天的代志伊毋知，但是伊看见。伊看见遮个颠倒，会甲伊讲。所以无论你咧创啥物，拢是共款。而咱的信仰中间，咱要做一个甲别人无关系。伊有所书第5章15节到17安尼讲，所以着真足看你的所行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的，着保守因为当今的时势社会，所以毋通模糊，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。启示录要分享，要诚做一个讲道面是做无简单。启示录是上帝的计划，咱只有咱上帝计划中间去体会讲，要甲你讲啥物，安尼若因咱无法度去对上帝计划来诚做咱家己。你亲爱兄弟，为什么牧师今仔日直直咧讲到何西，来诚做基于上我一个百姓的关系？伊这非常重要。咱今仔圣经暂时启示录第5章异象中间，这个异象就是对形容万米拢在堕落，救赎世间人因果。上帝正手边摕着7个封印啊，印条的册簿。咱爱知影，伊册簿的内面就是记载着。原则上帝的旨意啊！咱的圣经上咧讲这个册，伊内面是记载着原则上帝的旨意，但是无人敢拍开，只有因果会当拍开这7个印记，将上帝的计划要展现互世间人看见，互世间人解解。咱来知影这个因果就是耶稣。经文讲耶稣是犹太支派师。是代表的现代，是要为着世间人牺牲的圣者。因果有7个角，甲7个目睭，就是代表上帝的7个事，象征着上帝的权威。所以，当因果接过册段了后，7个印记的册段就要甲底要拍开。迄个时阵，4颗链长的大米，甲丢落有千千万万的天使。我大声唱花学落，因只要服侍着宝座的因果，即种的服侍是足亏咱的，即种的服侍是足严重的。咱要想想讲，天顶足大声咧学落的时阵，伫学落，伊咧等即个因果对即个册拍开，对上帝的计划来展现出来，迄种。足有亏咱的迄种，咱来知影，遮个话语甲丢落千千万万的天使，拢是咧做服侍的，因吼咧出伊的声音，即种是咱将荣耀表达出来服侍，这就是咱的学习的态度。就是讲，你伫咧服侍时，你着爱用专心，着足澎湃。咱服侍对象是主。是服侍荣耀，毋是服侍家己的需要。实在是讲，为服侍当做是有代价服侍。牧师其实足钦佩伫咱教会有滚来愿意付出的人。我几个咧，伫咱每一工拢有一寡人，包括会内会外人，伊来参加长照。我今仔日毋是要介绍长照。是要来表达牧师的配合。我袂当讲感谢伊，因为我知影伊是因诚做志工，是要对因的内心发出服侍的心，因为因知因服侍是主的圣工，就是要服侍人。其中有几位是轮流来咧主领导，
当然啦，拢有人会帮忙去洗洗清菜。哦，然后最近嘛，有2、3岁大人来，真最主动教导以外后生。我今仔日对会的重点是因有的人是家己本身有咧上班，每一个嘛爱为公司请假来后生，因毋是要求有啥物回报，嘛毋是要伫后生中间会得到啥物，嘛袂伫后生中间有啥物怨叹，这是我的是的。我毋通像有人讲的，伊若是读书人，我家己有啥哪做哪样，哪做哪样，哪做哪样，请人哋。特别，我每一晚9点左右，拢会看到有人去劝业，收迄工要互咱的。迄是阮中午的教社部所办的一个事间，就是一日中到差不多360工，拢是暗时啊9点到10点外去施。伫咱教会差不多有超过10个兄弟姊妹，要求每一工透早差不多5点时，当时较早，牧师总是会吼楼骹摒扫，特别是扫地做啥，互擦掉。咱知影这个是咱的原罪啊。伊总是伫咱庙口咧囥的时阵，特别是寒天，逐个无啥想要起来时，伊就伫教会整理。伊一工平均拢会来3摆至4摆，愿上帝赏赐祷告来叫咱做囡仔，特别是伊种无怨叹的态度，真正是咱大家爱心。而且我特别提出来做囡仔，是因为12月25礼拜日的时阵，其实不止条礼拜尔尔，因为我总是足爱提醒一寡人，着爱注意身边咱较需要帮忙的人。迄天中昼，当大家咧食圣诞大餐了后，袂煞时，我阁看到原住民来教会摒扫垃圾，甚至每一摆教会任何的活动、任何聚会结束了，伊总是马上来整理环境。牧师伫遮咧表达的是，其实伊总是会互人袂记起伊的存在，时常会互人袂记起邀请伊来参加。包括这每一摆我问怎样，伊都会教会个，当然伊较做人，我拢甲伊化个头写细声。我拢来问伊，总是甲我讲，伊要较紧整理，较袂互教会，较袂互教会互人感觉做垃圾。牧师伫遮期待大家有当时啊有通袂记起伊的存在，特别是较艰苦心的时，我听讲有人讲伊是领钱，有通袂记。领无落去，我咧讲了听无差不多。有领钱的学师，甲志愿的学师拢是同款的学师。啥物叫做志工呢？志工就是志愿工作者，迄是无求回报，即甲教会来同工同款，教会同工同款，教会来同工。志工就是志愿工作者，同工嘛是志愿的工作者，特别是教会叫做同心的工作者。每一种的学师拢是学师，是应该爱欢喜。其实咱的学师项目是足多的，有当时啊是别人看袂到的，但是相信上帝咱就知。我有人甲我讲，我牧师啊，我足想要学师，但是敢若无啥物当我做。甚至有人甲我讲，我啥物都袂晓，而且我搁再做一摆甲大家讲，大家献开酒道，你著知影每一项学师项目拢是当成做学师，每一项报告的代志拢是会当成做学师。祈祷也好，读圣经也好，这拢是学师。奉献这嘛是学师。伫礼拜前、礼拜后，教会整理。甚至是讲开电话、关电话、开门、关门，拢是学师，拢是学师。因为如果你家己的教会你拢无想要去做，安尼只是要做外口，安尼有啥物意义？每一年到咱做那种献心、献力的工，这拢是咧甲人鼓励，咧来提醒讲教会会使是啥物，甚至是
咱的幼儿园的代志，迄拢是历史，迄拢是历史。因为咱拢是目标对着咱的上帝，任何作风都是新的服侍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服侍你要记吗？你阁爱记服侍吗？你伫服侍你要记到啥物？如果服侍只是看家己的心情，安尼就是无上帝抓住做中心服侍。这是足大的咱的心里爱去坚持处理。任何代志拢是服侍，真正来甲教会，来甲教会迄种心态。我较早还未做牧师时，我甲员工讲，你若要爱保持即个所在的前提，你若行过看到一个垃圾仔，你就来捡，当作是领导安尼，你就是表示讲你做到你即个工作。安尼讲起来，咱是教会。你若行过一个所在看垃圾仔，你会安怎做？你会甲捡起来，还是讲，迄个村长丢了啊，啥物所在垃圾你去处理？即种拢爱做，别人去思考。而且当我看见其他即个经文的时阵，我惊一跳。我看到即个确实是我第一个经验的图像出现，就是遮个教会服侍人。我真正惊一跳，我来伊咧服侍是遮尔快乐，遮尔愿意付出，相信即个亲像人讲的，享受的服侍中间。啊，有上班是啥物？伊为啥物都爱请假来遮子？而且我也相信，因咧服侍也是伫祈祷的中间，伊有上帝施行开朗。当咱来对照着经文，来看讲即种偌尔澎湃服侍，所以我嘛会读几摆同款的经章。咱来看，使徒约翰为着基督来起兵，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了后，伊伫异象的中间得到上帝邀请讲。你起来请，然后约翰就互提去天顶，看见上帝的宝座，佮看见宝座前有4个画面，甲4个天路。约翰所描述的宝座的景的情形，虽然咱无法度完全了解，但是相信有一天，当咱换人去到宝座的头前，咱一定会知影约翰的描述是偌真实。使徒约翰为着基督写批，这嘛是一种服侍信息。伊绝对毋是为着家己写，是为着要传上帝的旨意，为着要互人知影上帝的计划。伊只是为着上帝事工去做。咱来看最后福气，嘛是别人来。当约翰听见天顶4个画面，是亚伯同的敬拜，讲现在。主上帝专业的早地地、现在地地、将来也地地，这24个顶落嘛，将即个美地所有美地放伫宝座前，敬拜讲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确实是应当尊贵、管理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万物伫地，万物是创造，拢是对你的旨意来的。咱来看遮个受造物，遮4个画面到迄个顶落的服侍，真水的景象。老师今仔会甲咱讲你今仔对你的图像来看你即个重要。当咱看到这礼拜时，咱开始唱的时，现在，毋知咧唱时你的感觉是安怎？是像咱感觉是讲，上尾一礼拜咱永远在服侍。咱敢若见题材千万的题材，伫遮咧唱现在。所以咱来体会经文中敬拜过程的情景。第一，先来看受台的引导，这是记载伫启示录第5章第1节到第8节。约翰就到宝座前，看见一宝座的上帝正手拿着册卷，用7个印严密封条的，无法度拍开。约翰就大声啼哭，顶落中间却有一个对讲，无伫啼哭，你看犹大
枝头西台北的分头已经结束，通来开遮即个国家遐深。煞食了约翰看到神台的油膏向宝座前，伫4个画面到14个丢了中间，油膏对宝座，坐伫宝座的手中摕着遮册，所以然后4个画面到24个丢了拍过来油膏头，拍过来条怎啊像足虔诚的服侍态度，伫等待讲，即个油膏拍开即个册号。但是咱袂记，真侪改革家拢讲，这是一场气甲气路敬拜的比赛。对咱来讲，咱无法度亲像4个画面，但是4个顶了，而且4个顶啊比赛，但是这对咱来讲，咱来知影这是一场气甲气路敬拜的比赛。伫即场伟大的敬拜中间，4个画面甲24个顶了，拢拍败伫伊个头前，伊的手摕着气甲。金锣，圣经记载琴是咧用做诗歌，娱乐方式甲敬拜。有时形容讲，即个琴就是用民歌来咧娱乐，甚至用无共款的方言咧唱歌。金锣中间的香，按照圣经所写，金锣中间的香是正式大祈祷，是用足诚恳的祈求的方式来咧做敬拜娱乐的一种模式。这是一种面对上帝的心的服侍，这是对神来上帝的服侍，对上帝服侍。特别搁在强调讲祈甲祈祷的敬拜甲祈祷，伊对经文所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敬拜，只系讲为伊头前拍伊头前，伫遐咧敬拜。所以对于咱来讲，祈甲祈祷敬拜。是爱用同心合乐、彼此合一的一种方式来咧服侍，一种服侍。同心合一不只是遮个画面啊，不是遮顶落尔，千万万的提升，千万万的提升。这有人话咧讲，天父这是敢若一间教会内面所有人咧做礼拜是有迄种气氛。咱嘛生活边，咱嘛长老，咱嘛服侍者。因为上帝接受咱的敬拜甲祈祷，正做通通一切，这是上帝上欢喜的行为。伫启示录以及圣经其他所在，有写讲世上伫敬拜中间无共款的活动，譬如讲唱诗篇，诗篇伫迄个时代是无唱，而且伫圣经内面敬拜通常是一种足欢喜的敬拜，所以会包括着足大声的娱乐。咱是伫即个都市，咱来知影讲，迄个即摆足侪教会嘛是用娱乐，人讲讲毋是咱的教派，但是毋通袂记，迄是根据圣经所教示的一种敬拜方式。但是现代有一寡较严肃的教会，有人感觉即种大声敬拜是过戏化，但是根据统计，即种的方式的教会成长足紧的，而且比较较容易接受。即种足乐团的方式，因为即种的方式是会互你感觉讲，你真正是沉沦，迄个沉在那个当中的即种气氛，即种气氛是足需要准备的，即种是敬拜娱乐方式是足澎湃，拢足澎湃，所以落尾咱嘛爱来了解。祈甲行路的祈祷甲服侍对咱足大提升，因为咱来知影伫咱的祈祷生活中间，咱嘛是爱有即种祈甲行路的敬拜甲祈祷。拄则伫祈祷的时阵，莫里牧师跑出来，咱逐个用迄种祈的方式来祈祷，就是讲你伫音乐的中间，你静默，你去思考，你家己去祈祷，这个是种祈的祈祷。天路祈祷伫咱即个时代是较少，咱有个人较无法度接受，迄个是迄个时代有烧香，但是伫即个时代，咱到天主教时，还佫在做即个代志。天路了，咱有哪讲？迄个师傅要出来出头前有2个也是，当时也是3个。迄个我毋知讲伊叫啥，摕一条绳啊，
这个体力压力较侪咯，你受会严。所以，迄种敬拜甲学好，这毋是讲毋对，这是因有故性的，只是讲无共款的思考，无共款的角度来看。有人感觉讲啊，迄敢若咧破坏咱的心无。所有的敬拜方式都没有错，但是只是讲你家己认同，那安尼嘛可。所以对今仔日的敬拜，嘛要甲提醒讲，咱的祈祷的时候，嘛有求甲祈祷敬拜的方式。而且伫祈祷中间，不只是有需要才来祈祷人，敬拜嘛是讲只有唱歌甲学乐人尔，咱。这中间，咱嘛爱将咱一切，放在主的面前，接受天顶的邀请，像圣经所讲的起来高声。咱要安怎献给上帝？咱要安怎对咱家己献给上帝？相信上简单的方式，上帝才有是个服侍，而且这种服侍是来主发对上帝计划来。因为亲像即个第5章的主题，就是讲忧歌甲切歌，最后用全宇宙的敬拜来做一个结束。嘛，指出忧歌是会靠紧拍伊上帝计划的起位，即个计划嘛是所有信徒爱作注意的焦点，这个是上帝的心。但是真侪人只是对家己有利益的代志较有兴趣，袂讲去关心讲上帝的计划。伊甲讲我好就好，就最近嘛落即个6000块，分6000块，所以我顶礼拜去迄个妇女病院嘛想一下，真趣味，伊讲牧师啊，迄个6000块，伊拢会想着讲迄个较早起首歌一只有要卖5000块，伊讲6000块买一只有够1000块，安尼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，差拢袂去想讲为什么这2000块的意义是啥物？大家拢无共款的角度来看，无共款的批评，无共款批评。所以对咱的服侍，咱一定爱关心的是，甲主有关的服侍，毋是其他，毋是掠家己做中心，爱用主做中心，爱只有当上帝百姓讲讲。对伊家己的身躯顶，当上帝，当对上帝啊！伊的眼光毋是靠家己人，伊看上帝啊！教会发展才有转化，信徒的生命才有爱担心他们，特别是伫上尾来一个，咱爱去反省，咱爱去反省。伫圣经所讲的话，人是偌澎湃。你呢？咱呢？牧师伫遮嘛要看勉励，伫旧年尾，咱用祈祷来结束过去的一年，嘛着用祈祷来迎接新的一年。原咱规年探天拢是享受用祈祷的服侍，用祈祷今后的服侍，诚做咱很重视。也就是讲，学习着同心而乐，彼此相合的敬拜到乐。即时，牧师要邀请大家开嘴，来读 PPT 顶悬的祈祷文。咱做伙开嘴，表示讲咱同心而乐，彼此相合。咱从头到尾来读一摆，咱诚做咱今仔日的祈祷。请。彼处如其，不习惯在被专门过来沟通，他将所关系，说来对人工作太难为，有利于伙伴为干统这万的记忆，但拢最理解好观点，无论你什么款的观点，还是看法你合理。也看见你所创造的一切是何等的重要，愿讲着爱意尊重甲疼惜，安尼祈祷就是同样的
免，即个祈祷毋是咱直接祈祷尔。咱若看，你手中若摕即个牌灯芯，你甲看上海一点，咱上是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甲咱做伙的祈祷，做伙大声咧学。即个祈祷文，就是咱灯芯上后壁祈祷文。咱即个牌，即个牌，今仔到摆咱个中间，咱会当实行伊个祈祷时阵，咱来看，啊，伫咱的酒簿的上后壁，咱嘛写。灯芯咧是用花去办，咱的酒簿上外一样，咱是用来去办。当你咧读的时阵，你对即个囡仔的结婚，比较当时啊，用即个祈祷文祈祷，你会感觉讲，伊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祈祷一个。这是咱台银回应师圣诗306首米，圣诗306首米，我的性命献互你，咱来敬来领圣诗。
上帝是人，所以外邦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上帝是人，所以外邦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咱时间可能越咱讲，时间可能咱们讲起来讲，咱先归咎到第三位。咱一般的活动拜个啊，每日八拜的仪式，拜啊7点7点去摩太家族，都每点菩萨先拜二堂，拜第下午1点5，先把平安先把给主归，平安给等个话如果是消息报的，第一，今仔日是国内我选到方面注意。听这主管新来的，第二，会注意是准备，准备的话，所找你。迄天咱在9点开始礼拜，咱祈祷会同齐。今仔咱听这活动家来礼拜，领受主的恩典，建议听这春节，连假用时间来努力，礼拜，现像保罗建拜，这是全间共同的行动。第三，这个活动，这个帮教会伊为教人漏水上天，需要来解决洪水修缮的工程，大约23万，咱准备有发起这个问题，对今仔日开始即日起咱教会内底，这段时间是由咱说到帮教会的问题。拢会做洪水修缮工程的预约，咱请咱大家踊跃为咱的新闻教会修缮工程奉献，愿咱老水的教会咱起来修完好，处理好。第四，本会将2月25来举办当日名，来敲碎信用的牌，了上帝的一福气，雅各。对象是国校1、2、9、11的小朋友，国中1、2、3年的大朋友，费用200块。报名表放伫咱后面的地台，来5、14来报名。也请这你当初就会当关系来到，如果你当市场开始要来看这个护理，来欢迎咱家长会当用的意思若毋是全新的，咱会整理好清气来教互做老师，要来各外者来拄行伊个，设置一个音乐，要关互因，伊落导游因会来。中华中会随意议会，伫1月19在第19日9点半起，咱先大医院医院。第七，今日下午3点，咱将化城市这盘伊都会采线上聚会，到时咱会将连结放伫咧群组，互伊来参加提拔。若佫团体会因为将资料建立到时间计划的电子档，交互咱书记，从各方长老
作为第一个指导，陪伴后辈去做，会所需要的答案最主要。来到的情况，第一，请为着咱国家地区的旁边甲港口来到留驻将管地港地区。第二，请为着设立港口的员工甲港口来到后备。第三，请为着新兴甲带孩子来到进行审阅。黄伟国、潘曼丽、尤俊远、王丽香、蔡子堂、施伟坤、夏烈玉、张安义、谢金满、林美华、刘义峰、廖胜杰、杨桂花、王律师、李思彩儿、谢淑贤、王小桃、刘丽珍、张淑珍、郑义国，咱这个第四。第五名，咱就给5分，那唔对的，咱来订正。好，魔术记者来报番吼，顶礼拜咱有就任吼，补就任的两位团体的会长吼，一个是妇女团体的会长吼，郑欣怡，另外一位是义务团体的会长温吼王俊安吼，咱请两位佫出来，咱对这任命吼任命书会当补番互因，好无？来，咱请两位来到前领书。即摆咱社会拢讲爱有仪式感吼，特别咱本来就有即个仪式吼，就知影讲即个是真正式吼，伫遮的意义，就希望同学补充。这一摆其实后礼拜就是咱的新社礼拜，是9点开始吼，9点开始。咱讲初一早吼，所以咱来早来。是咱来啉上元500方便食，上元500方便食，天下6班6班，请记得来啉来吃头，去到